誰發現美麗宇宙透視奧妙窮蒼？誰揭示世上怪異秘密結論無數？問最終的答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誰正預計着世事以後變幻結果？神已話過在往後每事結局如風。當基督依照你話語從天邊降臨，駕着雲彩。神啊，到那一天，這世界最終必須結束。你以愛再生新國土，是你的國度。神啊，世上歲月，你教我應該怎去數？我信你有天必再返，是我的盼望。到那天，天地不再，世間光輝不再復來，我的心一再仰望你，到世界的終結。誰正預計着世事以後變幻結果？神已話過在往後每事結局如風。當基督依照你話語從天邊降臨，駕着雲彩。神啊，到那一天，這世界最終必須結束。你以愛再生新國土，是你的國度。神啊，世上歲月，你教我應該怎去數？我信你有天必再返，是我的盼望。到那天，天地不再，世間光輝不再復來，我的心一再仰望你，到世界的終結。我的心一再仰望你，到永遠。OK 啊。